係啦，錄影機就喺我左前方，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哋有疑問咧，可以留翻喺我開完個月會嘅時候問啦，或者係出去呢個嘅接待處問都可以嘅。好啦，咁啊，因為我個頭仔都遮唔到你啦。好，手上有冇你哋嘅月信？有啦嘛。好，咁我哋開始錄影啦。好。好啦，咁咧就好啦，咁啊歡迎大家啦。咁咧就首先今日就係2025年10月6號嘅中秋節，係啦。咁啊祝大家中秋節快樂啦！咁我哋嚟緊落嚟咧就會講一啲咧關於我哋今個月嘅事務啦，同埋下個月嘅活動嘅，係啦。好，咁啊留心聽下咯喎，因為咧都比較多嘅項目啊，係啦。好。係啦，咁咧就好啦。咁先講下我哋今日嘅流程先啦。咁我哋今日咧就會講下中秋嘅動向啦，一啲活動嘅推介，係啦，活動嘅推介亦都有幾類嘅，仲有一啲特別活動嘅推介啦，同埋一啲護老者嘅活動，最後一啲小嘅 tips 同埋一啲嘅講座咁樣咯。好，咁首先喺職員動向方面啦，咁大家都有留意到我哋有一個新嘅姑娘叫何姑娘喎。有冇留意到佢啊？有啊，係啊。咁啊，我哋何姑娘咧就啱啱加入我哋中心咧，就做活動幹事嘅，係啦。咁啊，佢都身在其中。咁上個月佢都自我介紹過㗎啦。咁我哋今日咧反而介紹另外一位姑娘喎。好，咁啊，我哋最近咧中心多咗2個實習嘅同學仔，係啦。咁啊都係實習社工啦。咁一個叫楊姑娘，一個咧就何姑娘，係啦，係啦，咁啊大家見到佢嘅時候就多啲打招呼啦，係啦。咁另外咧，佢都會同大家即係都多啲喺中心嘅，係啦。咁如果佢舉辦活動嘅時候咧，都多多支持啦，係啦。好，咁另外啦，生日禮物領取啦，咁就係10月份嘅朋友仔咧，可以喺10月3號至到10月31號攞你嘅持有嘅有效嘅會員證就嚟中心攞翻一份生日禮物啦，咁樣。好啦，咁啊重點嚟啦，就係歡樂滿東華啦，係啦。咁喺今年嘅歡樂滿東華咧，會喺2025年嘅10月30號至到11月5號去舉行嘅。咁入邊啲咩活動咧？咁我就又唔詳細講，點解咧？因為咧，其實喺你哋嘅月訊嘅呢一版咧，喺義工大招募入邊咧，其實都已經顯示到我哋有啲咩活動㗎啦。係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留意下啦。係啦，咁啊，不如簡單講下啲咩活動啦。咁首先咧，我哋由30號至到10月30號至到11月5號，咁期間咧，我哋有啲骨質密度嘅檢查啦，室內嘅義賣啦，競猜福袋啦，另外仲有啲慈善拍賣會，係啦，仲有我哋都希望可以攞到呢個地政嘅批核啦，咁我哋可以去室外義賣嘅。咁仲有啲歌唱嘅環節啦，咁仲有我哋中心2週年嘅嘉年華，係啦。咁另外啦，仲有一啲咧就係下午茶仲有啲活動咧都會喺呢個星期入邊咧就進行。咁大家咧就按住你哋嘅喜好咧就可以報名啦，或者即場嚟參加都可以嘅。好，咁啊講起義賣啦，咁我哋都需要一啲義工嘅招募嘅。係啦，咁一連串嘅義工招募咧，就喺我頭先顯示嗰版入邊啦，就係呢版啦。係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咁我先剔咗你哋嗰個想做嗰個義工個崗位嗰度，咁隔離我哋剔嘅，係啦，咁你剔咗之後交去我哋嘅接待處，係啦，咁你留意啦，紅色嘅位置係室外義賣，室外義賣嘅話咧，有機會係露天嘅位置嚟嘅。係啦，因為都大家都睇到啦，有機會係兆康苑啦、屯門杯渡輕鐵站啦，同埋仁愛街市係室外嘅位置。咁所以咧，呢個大家要留意大家體力啦，同埋你哋覺得個狀態啦、身體狀態可唔可以應付到？係啦，咁可以睇翻先，係啦，咁再報名都可以嘅。好啦，咁另外啦。咁義工大招募頭先都講喎，因為我哋咧都仲係外出呢個義賣咧，都等待咗審核中啊。咁呢3個地點有機會有更改，又或者有取消嘅，係啦。咁所以咧，一切咧我哋都會係你填咗之後，咁幾時交翻嚟啊？嗱，咁留低你哋個名啦、聯絡電話啦，就喺10月13日至
之前就交翻嚟中心，係啦。咁之後咧，同事就會再安排一啲崗位，咁啊再同你哋聯絡咁樣咯。好啦，咁啊講完義工咯喎，咁啊講下捐物捐啲咩物品咧，係啦。咁因為中心義賣咧，除咗我哋有我哋本身嘅製作品之外啦，我哋都希望咧各位會員或者善長咧，如果你哋屋企有一啲全新嘅衫啦、全新嘅襪啊、手袋啊、禮盒啊，甚至乎你哋屋企有好多自己整嘅手工藝品，咁都歡迎大家咧就可以交俾我哋中心咧就做義賣嘅，係啦。咁但係咧又要提翻大家喎，咁義賣咧就俾我哋咧，咁我哋個價格咧就係我哋由中心去釐定嘅，係啦。咁亦都係個物品咧都歸中心所有㗎啦。咁所以大家咧可以睇翻你哋個人屋企有冇啲咩全新嘅物品，你又覺得唔好嘥喎，係啦，咁你就可以咧捐嚟中心。咁我哋收集日期幾時啊？10月6號至到10月18號，係啦。咁因為都要俾時間我哋整理啊，係啦。咁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咧呢段時間入邊咧，你哋可以聯絡我哋，係啦。咁如果話我都唔係好清楚自己啲嘢啱唔啱喎，咁你可以打咗電話嚟，係啦，揾咗我哋講咗先，係啦。咁我哋又再同你傾下咁樣。好啦，咁呢個係重點嘅活動講下啦喎。咁呢個活動咧就喺你哋第5版，係啦，喺你哋第5版入邊，咁呢個叫老有所為，長幼共融硬滾日，係啦。呢個活動點解要講一講咧？因為呢個活動咧嘅報名嘅情況同埋玩嘅活動咧係有啲大家要理解咗嘅。好啦，首先咧呢個活動係由老有所為活動計劃去贊助嘅，咁所以咧費用係免費，人數係40人，係啦。咁你聽住咯喎，咁咧嗰日係做啲咩嘅咧？喺12月7號星期日朝頭早8點鐘嚟中心集合，大約6點鐘喺中心解散，係啦。咁我哋會去烏溪沙青年新村，即係指喺邊啊？馬鞍山係啦，馬鞍山地方，但係我哋有旅遊巴來回嘅，係啦。咁我哋報名入邊咧會玩啲咩咧？咁我哋咧今日我哋得到基金嘅贊助啦，咁所以咧我哋係會搞一啲新興嘅運動，咁同青少年一齊玩咯喎。咁就係包括硬地滾球、分欄木棋同埋飛鏢，係啦。咁留意聽翻咯喎。嗱，報咗名係點樣啊？首先係要報名，係啦。嗱，你報名嘅截止日期係10月18號，係啦，抽籤日期10月21號。咁所以如果你10月18號之前你係要報名嘅，係啦。咁報名咧係可以啦。如果你成功中籤，即係成功抽中咗之後，你可以自己組隊玩一項嘅新興運動，係啦。咁但係原則係要抽中喎。即係你抽中隔離嗰兩個抽唔中咧，你唔可以話我帶住嗰兩個去玩就唔得嘅，係啦。咁所以抽中咗咧，首先咧你要抽中咗，抽中咗之後連埋你嘅隊友都抽中埋咧，咁你就可以揀咧以下落嚟嘅項目啦。首先硬地滾球你可以每隊有3人，我哋有18個位；分欄木棋每隊有5人，我哋有10個位；飛鏢每隊有4人，我哋可以有12個位。係啦，咁你真係好想自行組隊，又咁啱所有隊員都中籤嘅話咧，喺10月30日前就聯絡阿何先生，係啦，就話俾你聽咧，我嗰日我哋幾個咧好想玩埋同一樣嘢，係啊，咁就報定先啦，係啦。咁記住話首先係要報名先，係啦。好，明白先呢度？明白嘅係咪啊？咁我再落去咯喎。好啦，另外啦，動感膠袋舞係啦，運動類嘅，而家我哋講緊喺11月6號入邊咧，係2點半至3點半，我哋有呢個動感膠袋舞，係啦，費用係20蚊，名額係10人。好，何先生負責㗎嚇。咁備註啦，要留意啦。咁呢個活動咧，因為係中高強度運動嚟㗎嚇，即係比較有啲氣力同埋有些少劇烈嘅，咁所以大家自行決定你哋嘅身體狀況啦。好，跟住飛鏢強人，顧名思義就係飛鏢。11月10號下晝2點半至3點半，費用係20蚊，名額係10人。好，咁都係教授一啲飛鏢嘅比賽咁樣咯。好，咁呢個位可能我有修正，咁負責啲員係何先生嚇。
係好。咁啊，跟住落嚟係輕鬆伸展筋膜棒，即係利用一個我哋嘅伸展棒啦，就做一啲運動嘅。好，咁啊，亦都係11月11號下晝2點半。咁啊，費用30蚊，名額9人，係啊，招夫良負責嘅。好啦，硬滾天地11月份都有喎，咁啊11月12號，咁咧就係2點半，咁啊亦都係啦，費用20蚊，名額8人，係啊，何先生負責。咁啊呢個最主要係教授一啲硬地滾球嘅技巧同埋或者一啲對賽咯。好，另外門球11月都有，係11月17號有嘅，咁就係2點半，係啦，咁就名額10人，費用20蚊。咁啊，何先生負責，咁啊教授一啲基本嘅門球技巧同埋做一啲小型比賽。好啦，望一望呢度啦，係啦，嗱望一望呢度叫計山行者啊，係啦，咁係啲咩嚟嘅咧？咁就係11月24號，咁就話招姑娘負責嘅，咁我哋會去行山，咁係元朗嘅鴉髻山，係啦，咁啊時間係點咧？就係下晝嘅1點至到下晝嘅5點半。係啦，費用20蚊，名額8人。咁啊，聽下個內容咯喎。咁個內容咧就一齊遊覽元朗嘅鴉髻山啦、濕地公園一帶嘅景色啦嚇。出發嘅路線咧就會由朗屏西鐵站去雲州，再去鴉髻山，跟住去天柏路公園，再去天水圍嘅西鐵站。難度大約係2星嘅。係啦，咁所以咧都會自己衡量下啦，因為咧個路線都係沙石路，咁啊自己決定身體嘅狀況適唔適合啦。咁參加者都要自己俾車費。咁另外啦，我哋11月20號咧嘅活動簡介會咧，抽中嘅朋友亦都需要出席個簡介會嘅。好，運動類就講完啦。咁啊，以下落嚟咧，我哋就講呢個嘅藝術類啦，藝術類咧，今次我哋有羅田時扣創作日，就係整小木馬時扣。係啦，咁你想知道小木馬係點咧？就可以喺攤下咧，我哋就放咗咧一個嘅，放咗一個整好咗嘅作品喺度㗎啦，咁大家可以參考。咁啊日期係11月27日，係啦，下晝2點半，係啦，費用係20蚊，名額係6人，咁係我負責嘅。好，跟住義工類啦，咁咧我哋招募緊一啲電話慰問嘅義工，咁我哋有啲培訓俾大家嘅，咁就係11月12號同埋11月28號上晝嘅10點鐘，咁啊都係對象希望招募一啲義工嚟幫手打電話俾一啲護老者或者長者去慰問啦，咁就係名額係15人嘅。好，再落嚟啦，咁我哋都有和田咖啡屋，今次咧就要係義工先可以登記啦。咁啊名額係8人，係啦，咁啊義工係啊就會教你哋咧，咁你參加嘅義工咧，咁啊得到另外一位義工嘅教你哋咖啡嘅技巧，係啦，咁啊心姑娘負責。好，再落嚟啦，咁亦都招募緊啦，就煮嘢食嘅朋友啦，咁啊如果大家廚藝精湛啊，亦都好想發揮表演嘅話咧，咁啊大家可以參考呢個日期，就係11月19號或者係26號下晝1點9，係啦，咁啊1個鐘頭內啦，咁我哋煮大約30人嘅份量，係啦，好。但係你去嗰邊啦。好，跟住咁慢嘅啦。義工會11月24號2點半，係啦，咁啊大家可以即場咧繼續義工都可以嘅，咁亦都講解下中心最近嘅義工嘅情況啦，同埋嚟緊啲咩活動。好啦，另外啦，兆康桌遊樂，係啊，咁我哋之前都去咗幾個月嘅時間㗎啦，咁就喺兆康苑嘅兆惠閣借用咗我哋另外一間機構嘅一個活動室，我嚟做一個即係我哋一個外出嘅活動啦，係啦，咁就喺兆惠閣地下，係啦，咁11月5號，咁啊我哋對象希望係隱蔽長者或者係中心會員都可以嘅，名額係6人。係啊，5號。咦？OK嘛？好啦，再嚟啦，咁咧呢個活動咧就係2025年老有所為活動計劃頒獎禮小型聚會，係啦，咁就喺11月5號，係啦，咁就係2點3。中心會員可以報名，咁啊費用係免費，咁名額係40人。咁活動係啲咩咧？咁佢就會網上，我哋喺中心搞嘅，咁就唔係佢哋嚟呢度表演，係我哋用網上直播，網上直播俾大家睇，
係啦，咁當場中咧就會佢會頒獎啦，亦都會有啲團體嘅表演啦，亦都會有啲網上嘅問答遊戲亦都會抽下獎咁我聽聞咁所以咧大家可以考慮報名啦。好啦，落嚟康樂活動，好啦，有虛擬世界漫遊，咁係一啲 VR 嘅虛擬嘅一啲遊戲啦。咁我之前有部分會員都玩過啦。咁咧就喺我哋11月6號嘅上晝10點半都有嘅。好，咁咧就再落嚟啦。咁亦都係11月6號下晝2點半都會有活動嘅。咁就係對象係隱蔽獎咧，係中心會員。咁亦都係一啲虛擬遊戲嘅體驗啦，同埋活動。好啦，另外呢個要留意啦。咁有啲會員都問喎，學習呢個嘅數碼嘅即係產品喎。咁例如想學遊戲啊、運動啊，咁都係用嗰啲數碼嘅，即係我哋叫平板啊嗰啲。係啦，咁咧就係叫數碼奇蹟長者學習計劃。咁喺11月10號至到12月1號，係啦，咁做逢禮拜一有4節嘅，咁下晝3點至4點。咁對象係隱蔽長者同埋中心會員，咁你哋可以先報名先，咁睇下收到簽咯。係啦，咁就好，再落嚟啦。再落嚟咧就係抗戰勝利80週年參觀。咁呢個係11月12號星期3嘅，咁由下晝參觀嘅啫。咁由1點3喺中心出發，大約5點鐘翻嚟解散。咁去邊度睇咧？就係睇去香港歷史博物館有旅遊車來回嘅。係啦，咁名額32人參觀抗戰勝利80週年嘅展覽。係啦，咁留意啦。咁參加者咧就視乎翻你自己身體狀況。因為嗰日咧係會有導賞，係要跟住個導賞員而喺個展覽廳入邊行走嘅，咁所以咧係要行嘅，係啦。咁另外咧就未必全程有凳坐嘅因為都係一個參觀嘅展覽啦。同埋咧，我哋就係冇輪椅位嘅，因為個旅遊車係冇輪椅嗰個座位嘅。好啦，咁留意翻啦。好，跟住另外有英文嘅項目啦咁佢叫和你 Talk。咁今次係講食物嘅，係啦，咁就11月13號上晝9點半，係啦，咁費用免費，名額係8人。好，跟住落嚟係生日會，係啊，咁今次咧就係10月至12月嘅生日會啦。咁喺11月13號舉行，係啦，咁下晝啦2點半至4點。咁費用咧就係10月至12月生日嘅咧就係30蚊，10月至12月生日嘅咧就係40蚊，名額30人。咁當然啦，生日嘅月份10月至12月嗰班咧就優先嘅，係啦。好啦，大家留意翻咯喎。好啦，再嚟啦，打機達人，講一啲打機嘅項目啦。咁可以玩 Switch 啦，係啦，考下大家啲反應同埋一啲節奏啦。咁就喺11月18號下晝2點半，係啦，費用20蚊，名額8人。好，和你 T 係啦，咁係下午茶活動啦。咁就係11月19號同埋26號下晝3點鐘，係啦。咁如果你話我有興趣想買下午茶咧，咁喺活動當日嘅9點半開始就可以買飛㗎啦。費用每一份嘅下午茶就係5蚊，每次30人。好，另外仲有一個秋季聚一聚嘅活動，咁就喺中心搞嘅，咁就喺11月20號嘅星期4下晝3點至4點半，費用係10蚊，名額係20人。藉住我哋嘅秋季嘅時間啦，同大家咧就玩下小遊戲，食下小食，係啦。咁呢個活動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報名啦。好，講咗一大堆報名嘅嘢咧，咁又要再講一次報名嘅詳情啦，因為好多可能都有啲誤會啊。好，我首先講下啦。報名嘅截止日期係啦，截止日期係2025年10月18號星期六，即係下星期六，係啦。所以你哋咧，如果真係要參加咧，就麻煩喺18號之前咧，就要提出你哋嘅話要參加啦。咁可以點樣報名啊？親自或者打電話嚟都得，但係我哋就唔接受 WhatsApp 報名嘅，係啦，因為 WhatsApp 咧只係我哋發放信息嘅地方，就唔係接收大家報名嘅情況。
好咁啊，好啦，抽籤係幾時啊？就係10月21號抽籤。咁啊，公佈結果都係當日進行㗎啦。好啦，咁啊抽完籤公佈完結果，咪梗要交費㗎嘛，有啲活動。咁佢幾時交好咧？就係10月28號要交好啦。係啦，咁啊10月28號都未交喎，咁啊點咧？咁我哋就會將啲位咧騰俾後備嘅朋友，就係10月30號開始。係啦，咁啊大家留意啦。咁咧人數都係真係多嘅報名，所以你哋咧就如果你話考慮完之後，你話我真係想報咧，就唔好話轉頭唔記得咗報喎，因為唔記得咗報咧就冇人記得你話要報名㗎。咁仲要啦，記得啦，中籤咧係要留意邊度可以公佈咗中籤名單咧？第一係喺中心嘅活動壁報板，係啦，近門口嘅嗰條走廊嘅位置。第二樣嘢會收到 WhatsApp， 係啦，咁但係你哋個電話咧係收到 PDF 嘅喎，因為我哋係用 PDF 去 send 出俾大家嘅，咁所以大家咧個電話係要開到呢個PDF 先睇到我哋啲send 俾你哋嘅信息同埋一啲嘅即係中籤嘅名單咁樣咯。好，如果有問題都可以打落嚟中心。好啦，特別活動推介咯喎，咁啊講下啲特別活動啦。可能呢啲活動全部都係先到先得嘅。咁啊開始講起就係健康飲食小貼士。11月6號上晝9點鐘，由護士講解飲食嘅資訊，係啦，咁啊名額40人，喺中心搞嘅。好，第二項測血糖安心啲，11月6號及20號，即係2日俾你哋啦。咁啊上晝10點鐘至到11點嘅啫。咁所以咧可能以前咧就係1日就好長時間，而家就係分開咗，係啦，就將1日分為2日，但係每日嘅時間就短咗咯，係啦。咁記住啦，每次係15日，即係將以前嘅30日就分開咗2次。咁另外記得自己驗血糖之前嘅2小時內就唔好進食啦，咁啊避免大家測出嚟嘅結果咧係唔準確，係啦。好，咁啊記得如果有需要就報名啦。好，新會員迎新日，咁啊都見到仲有好多新會員或者舊會員或者新會員都好啦。咁大家如果即係對中心一啲服務設施啊，或者啲點樣報名啊，咩為之嘔到啊，一啲活動有疑問嘅話咧，歡迎大家11月14號咧就參加迎新會啦。咁啊人數係40人，免費，係啦。咁啊大家可以報名啦。好，另外週六睇好戲咧，11月份有11月15、22、29，咁就係40人嘅喺中心。但係今次嘅播放嘅戲嘅時間就係2點半，下晝2點半開始。好，再落嚟係流感大流行嘅講座，11月24號由衛生署嘅職員咧就嚟中心講解流感嘅成因同埋處理方法，名額40人。係啦，另外能源效益及節能減碳講座，11月26號下晝2點半，咁咧費用係免費嘅，咁名額係30人，由機電工程署嘅職員同大家講下能源分類、具體嘅能源效益嘅照明設備同埋日常家居節能小貼士。好啦，以下落嚟講嘅係護老者。護老者咧，咁我哋其中一個叫頌缽瑜伽小組，係由11月7號至到11月28號4堂。咁咧個對象係需關注護老者，係啦，費用40蚊，名額6人。嗱，呢個報名日期同埋抽籤日期同中心係有少少分別嘅，留意翻咯喎。佢嘅截止日期係10月30號，抽籤日期係10月31號。好，跟住落嚟係啦，就係護老支援講座，就係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飲食，11月17號嘅上晝10點鐘，護老者優先，咁中心會員都可以報名嘅，咁但係名額就得15人，咁亦都係由衛生署嘅職員咧講解糖尿病成因同埋預防方法，係啦，咁啊截止報名日期11月9號，抽籤日期11月10號。好啦，另外招募個他字會係個老字嘅護老者電話慰問義工，係啦，咁咧就係講都係11月12號同11月
28號呢兩日咧，就想招募一下咧護老者嘅義工，係啦，就幫手咧就可能進行一個電話嘅慰問我哋一啲朋友啦，同埋唔同嘅護老者。咁咧名額都係4日啊。咁啊報名期截止日期係11月10號，抽籤係11月11號。好啦，膠紙帶拼貼工作坊11月19號嘅活動，9點半開始。咁亦都係對象係護老者同需關注護老者。費用係30蚊，名額係6人，截止報名日期係11月11號，抽籤日期係11月12號。另外茶聚係啦，護老者茶聚係啦，11月22號會舉辦嘅，咁下晝3點鐘，名額12人，費用25蚊。咁啊透過茶聚啦，咁啊大家可以互相認識一啲唔同嘅照顧者，係啦，咁啊抽籤日期。唔係，呢個就截止報名日期11月14號，抽籤日期係11月15號。好啦，咁啊頭先嘅活動就講晒咯喎，係啦，咁啊以下落嚟咧就講下啲小 tips 啦。咁因為咧都發覺大家好多唔同嘅朋友都反映都有少少，即係曾經聽過有人咧就唔小心喺屋企咧就跌親，係啦，呢一樣嘢咧都聽得唔少咁所以今日咧就藉住喺度咧，就同大家分享啲小 tips 啦，大家可唔可以喺屋企咧就注意下咯喎，尤其是浴室，係啦，浴室小 tips，係啦，咁啊其中咧就係浴室咧就係一個你哋經常會出入嘅地方，一日起碼你哋來回個廁所都唔知數埋應該有好多次啦。咁但係咧，又偏偏咧可能抽濕嘅功能咧未必咁好即係靠個抽氣扇咧都未必可以完全抽乾晒成個浴室啲濕氣。咁所以咧就容易發生咧，我頭先所講咧就話聽到人哋喎，唔知隔離屋企邊個咧就唔小心跌親喎喺廁所。好啦，咁有啲咩 tips 俾大家咧？第一，好啦，地面咧就盡量希望大家要乾爽係啦，咁尤其是有水漬咧，就盡快抹啦，即係擺個地拖又好，擺個地布都好啦，咁要抹啦。咁另外啦，地下咧就盡量唔好擺嘢，係啦，即使話可能瓷盤底嗰啲都盡量唔好擺太多嘢啦，有時都踢親都唔好啦。好，另外第二個就係咧，避免喺濕嘅地面上高咧就打大赤腳行，係啦，因為咧有機會咧係唔覺意咧係踩到啲咩就會跣親啦。咁另外有機會咧，你哋個地下睇下會唔會可以嘅話，就盡量係一個防滑嘅磚啦或者如果真係崩咗咧，或者爛咗裂咗，盡快修補。好啦，另外啦，屋企咧可以，因為我知道咧你哋有啲部分嘅屋咧個洗手間已經本身安裝咗扶手㗎啦，即係本身可能1條2條。咁如果你話有需要嘅話咧，咁可能你就要尋求你睇下邊度可以再安裝嗰一啲可以剔得起，即係可以接落嚟剔得起嘅扶手啦，又或者自己裝一個比較高身少少嘅棉椅，就方便大家起身坐低，但係要固定喎，要固定嗰個棉椅喎因為驚咧大家撳起身嘅時候咧就冇乜地方借力好，另外浴室咧如果可以嘅話咧，可以擺定一個沐浴椅即係嗰啲沖涼凳，係啦，沖涼凳。咁沖涼凳係有扶手㗎即係有扶手柄嗰隻沖涼凳，係啦，咁避免可能減低自己企喺度咁耐洗頭沖涼驚自己又即係腳軟咁嘅情況，驚跌倒啦，係啦，另外個門檻啦，因為我知道大家嘅洗手間咧有啲咧部分係凸起咗一級㗎嘛，凸起咗條門檻嘅，咁嘗試可能睇下會唔會黐少少鮮色啲嘅膠紙，等大家咧留意啲，係啦，望到清楚啲，尤其是可能未開燈又或者啱瞓醒眼朦朦嘅時候，都起碼鮮色啲咧，留意到嗰度係一個門檻咯。好，仲有啦，開燈喎，唔好慳電喎，係啦，咁盡量咧將屋企嘅燈咧係要保持比較光線充足。當然啦，瞓覺你話我瞓覺熄晒燈，咁可能考慮下咧，而家都好方便嘅一啲黐落就咁擺喺度，就係一啲即係你行過就會着燈嗰啲感應燈咁嗰啲係裝電芯嘅咁你哋又唔使話等燈有人安可以擺喺度，起身嗰下起碼就即係你行過就着燈，起碼就唔係全黑嘅狀態你去洗手間。好，另外啦，如果你話我真係有啲嘢
改善唔到喎，咁我重新鋪嗰啲磚咩？咁就嗱，咁可以考慮下咧，就貼一啲防滑貼，即係嗰啲黑色嗰啲一啲防滑貼，或者一啲防滑墊啦係啦，咁但係盡量咧就唔好用嗰啲乜舊毛巾啊、舊衫。